Hello，Connie 姐，想改善啲咩問題？我最想去紋、修緊、美白。呢一部機就係全球最勁嘅電波拉皮機，可以全面收緊膠原再生，亦都係幫你溶斑嘅。如果你係有皺紋、有色斑，又或者係有面部下垂嘅情況，呢一個片你一定要睇，因為呢一部機5秒印壓就已經做到真皮層，3到4秒去到骨膠原層面。最緊要嘅地方，佢最底層幫你做到一個修復，亦都係做到一個拉皮級嘅效果。呢個效果係前所未見嘅，大家想唔想睇效果？蘇即時俾大家睇一睇，成塊面係做得好幼滑啦。頭先有色斑嘅問題，佢條虎紋，哇！呢一邊咧係有虎紋㗎，呢個並非電腦特技啊！大家一定要瘋狂留言提升，即刻做到一個超強嘅優惠俾大家。哇，真係好誇張喎，變咗第二個女人啊！你見唔見到今日 party 入邊個個都咁靚啊？佢哋先係真正嘅主角啊！佢用咗我呢部機後生咗好多，呢一部機將會係熱賣，亦都係攞到獨家代理。